后来继续来看行政院的前发言人丁一鸣，去年因为牛肉面的风波来请辞，想袂到才过3个月，就搁回到行政院来做机要顾问，做这个顾问是有领薪水的哦。这是引发着外界的质疑。即摆搁来传出讲，丁一鸣因为公投案，打电话到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办公室，行事问罪，质问这个游锡堃的幕僚是毋是有甲媒体来放刁呛声。这个游锡堃本人并无否认这个代志，讲这个两院应该都要互相来尊重，有啥物代志会当顺着正常的管道来沟通。那苏贞昌是来回应讲，大家拢是做伙为国家咧做代志，应该都要互相加油。甚至开一枪。我想两院应该。游锡堃讲话客客，伊讲的两院都是行政院和立法院，因为两院都是宪政机关啦，应扁相互尊重原则，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循正常管道，才能够避免无谓的臆测或者纷扰。这个提醒无唔对，因为行政院顾问丁一鸣3月才登来做，说传出为着副院长针对海草岛反对来自公投对岸开会，消息公开了后，打电话去院长办公室，问敢有对外讲。发言人罗秉成19号才讲，这是无实在指控。被不尊重吗？我没有其他要讲的。事后有向政院来反映。我想我就讲这样就好了。我觉得，彼此大家都是一起为国家做事，应该大家互相加油。两院的沟通，因为丁一鸣遐查天花岛，政院内底敢若目擦甲地扑扑。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心人面切声，用书食王，用友食饱，用刀食亡。我没有看到我觉得他事实上就是在明白的指着这个苏院长现在用他的图。就是丁一鸣算是他的图嘛，这种作风是不利的。这是张政委，我想他是良心的意见。丁一鸣则因为牛肉面风波落台，这摆恐惊，佮因为家己惹出来代志，互苏院长伫咧后壁替伊收尾。